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8月28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9篇97节到104节，以赛亚书33章第10节到16节，约翰福音15章16节到25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拣选。谁选谁？怎么选？以前电视有一个广告是食品罐头的广告，那这样说，电脑也可以选花生哦。这广告所要强调的是，用电脑选的品质更好。就好像是一个品质保证一样，基督徒的生命品质并不是用电脑选的，但是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品质的要求是更高的，如同是跟上帝一样的否则的话就没有办法通过上帝的品质检验。如同先知书以赛亚书33章第10节到16节，上主对万国说：现在我要采取行动，我要让你们看见我的力量多大。你们的计划是突然的，你们的行动毫无用处。我的灵要像火一样烧灭你们，你们要像石头被焚烧，成为石灰，像割下来的荆棘在火里燃烧，成为灰烬。远方的人啊，你们要看我所做的一切；近处的人啊，你们要承认我的全能。在西安的罪人胆战心惊，他们说，上帝的审判像永不熄灭的火。我们能够从火里逃生吗？只要你们行为端正，言语诚实，你们就能够生存。不要欺压贫苦的人，不要接受贿赂，不参与抹杀，不为非作歹，这样你们就得安全，像住在坚固堡垒里的一样稳妥。你们将不愁吃喝。通过品质鉴定考验的信仰生命，就必要得到安全、稳妥、没有烦恼的生命保证。许多人会说，我才不选基督教耶，有很多的要求跟限制。这句话其实只对了一半，的确是有很多的要求限制，没错，但基督徒的生命不是我们可以选择的。以前有机会常听到一些前辈牧师娘的分享，他们当中很多有一个共同点，如果他们决意说我才不要嫁给牧师当牧师娘，通常都会被上帝呼召成为牧师娘。要不然跟随上帝也不是他自己的选择，而是上帝拣选了他。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15章16节到25节，他的教导跟提醒是非常清楚的。他说，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而是我拣选你们，并且指派你们去结那长存的果实。
你们奉我的名，无论向父亲求什么，他一定赐给你们。你们要彼此相爱，这是我给你们的命令。如果世人憎恨你们，你们应该晓得，他们已先憎恨了我。如果你们属这世界，世人一定爱那属于他们自己的。可是我从这世界把你们拣选了出来，你们不属于他，因此世人憎恨你们。你们要记住我对你们所说的话，仆人不比主人大。如果他们迫害过我，他们也会迫害你们。如果他们遵从我的话，他们也会遵从你们的话。为了我的缘故，他们要对你们做这一些事，因为他们不认识差遣我来的那一位。我若没有来向他们讲解过，他们就没有罪。如今他们的罪是无可推诿的人，憎恨我的，也憎恨我的父亲。如果我没有在他们当中做的那从来没有人做过的事，他们就没有罪。事实上，他们已经看见我所做的，却还憎恨我，也憎恨我的父亲。但是这非要应验他们的法律书上所写的，他们无缘无故的憎恨我。我们应当要知道，当上帝拣选呼召一个人的时候，人就算要逃也逃不掉。因为就像先知约拿，他就是一个非常明白的典范。无论我们往哪里去，我们要躲在哪里，上帝其实都知道。他要拣选的，我们就跑不掉。诗篇119篇97节到104节，我是多么的爱慕你的法律，我整天不断的思想它。你的命令时常在我的心里，使我比仇敌更明智，我比我所有的教师更通达，因为我思想你的教诲。我比老年人更有智慧，因为我遵守你的命令。我远离了一切邪恶的行为，因为我要服从你的话。我没有离弃你的训诫，因为教导我的是你。你的训言多么甜美，在我口中比蜂蜜甘甜。我从你的法律获得智慧，因此我憎恨邪恶的行为。恳求主帮助我们，愿意降服上帝的拣选与呼召，做一个忠心的仆人，让主来使用，成为荣神益人的主仆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圣名求。